寧願白白放低高達5300萬港元嘅分手費，都一定要即刻斬纜，拍拍屁股走人。你真係冇聽錯，呢個絕對唔係咩名不見經傳、資金鏈斷裂嘅新興細牌子，而係一間喺香港紮根咗幾十年、守喺九龍城廣場好耐好耐嘅日資百貨龍頭大佬永旺百貨，亦即係我哋由細叫到大、充滿無數回憶嘅ian。喺2026年的5月初，呢個消息一出，成個香港嘅零售圈同埋財經界都震到散晒，簡直好似喺平靜嘅水面炸開咗一個深水炸彈。大家可能仲記得，早喺2025年底嘅12月，九龍城廣場嗰間ian就突然之間宣布要暫停營業，話要進行內部調整同埋物資盤點。當時好多住喺附近嘅老街坊、全職媽媽，內心仲滿懷期待，以為佢好似以前咁，可能只係裝修下、翻新下，好快又會用全新嘅面貌同大家見面，繼續喺星期三搞大特賣。點知大家等嚟等去，等咗足足半年，最後等到嘅居然唔係重開嘅好消息，而係一份冷冰冰、令人倒吸一口涼氣嘅上市公司港交所公告。呢份公告字字沉重，清清楚楚地寫明ian嘅母公司已經同九龍城廣場嘅業主達成咗一份提前終止租賃嘅協議。佢哋決定提早超過1年嘅時間，徹底放棄呢個位於九龍城廣場、佔地高達114000方尺嘅超級大租約。而代價呢，就係ian必須要分3期，向業主支付高達52987000港元嘅清算金。我哋數字4捨5入一睇，就係一筆驚人嘅5300萬港元分手費。用我哋香港人最直接、最傳神嘅廣東話嚟講，呢鋪真係叫是笑當贏，斷尾求生。你試想象下，5300萬港元啊，對於普通打工仔嚟講，可能係幾輩子不吃不喝都賺唔到嘅天文數字。但係對於一間跨國大企業嘅管理層嚟講，佢哋居然寧願將呢筆巨款當成銀彈咁拎出去，雙手奉上俾業主，都唔肯咬緊牙關繼續做落去。這就代表着，如果佢哋選擇死撐留低，未來要虧損嘅錢，絕對遠遠超過呢個5300萬。到底背後有啲咩驚天嘅秘密？呢間曾經喺香港呼風喚雨、承載住幾代香港人集體回憶嘅日資百貨巨頭，究竟喺度驚緊啲咩嘢？香港嘅零售市道又究竟發生咗啲咩顛覆性嘅巨變？要明白ian點解要行到割席斷尾呢一步，我哋首先要用最理性嘅財經視角去拆解一下佢背後嗰條數，到底已經觸目驚心到一個咩地步？好多冇做過生意嘅朋友可能會諗，開百貨公司開到咁大規模，一間分店暫停營業半年，一邊交租一邊慢慢諗計，慢慢揾出路，難道唔可以咩？但現實殘酷嘅地方就在於，大企業嘅日常營運開支根本就係一頭永遠餵唔飽嘅吞金獸。根據ian官方披露嘅數據，九龍城廣場呢間分店，就算喺完全唔開門營業、一個客人都冇嘅情況下，每個月單單係基本嘅租金、基本嘅管理費、冷氣費以及維持最底線營運嘅必要開支，就高達480萬港元。480萬一個月啊！各位街坊，大家可以一齊計一條簡單嘅數學題。原本呢份大租約係要去到2027年嘅7月先至正式屆滿。如果由依家2026年中開始計起，到合約期滿大約仲有14個月嘅時間。如果你選擇死頂落去，咩都唔做，每個月白白燒掉480萬，14個月落嚟，總共要燒掉幾多錢？答案是接近6700幾萬港元。而且呢個6700幾萬嘅數字，仲要係建立喺一個最完美、最理想嘅假設之上，即係假設你1蚊都唔再多蝕。但如果你選擇開門做生意呢？面對依家香港咁冷清，甚至可以用嚴寒嚟形容嘅零售市道，加上日益上漲嘅前線人工、貴到飛起嘅電費、貨品過期折舊嘅損耗，每個月嘅實際虧損隨時遠遠高於480萬。所以精明嘅日本管理層一拍大腿，將計數機冚到發熱，計過晒所有風險之後，發現依家一次過俾5300萬港元去找數斷尾。雖然喺2026年的財政年度賬面上要即時確認大約920萬港元嘅一次性淨虧損，需要忍受一場短暫而劇烈嘅陣痛，
但起碼可以即時截斷每個月480萬港元嘅無底深潭，將最寶貴嘅現金流死死守住。講到現金流，呢個字係Ian依家最致命、最脆弱嘅痛點。如果你翻開佢哋最新嘅財務報表，你會發現這家公司嘅健康狀況比普通市民想象中仲要嚴峻得多。大名鼎鼎嘅國際頂級核數師劉畢馬威喺佢哋最新發表嘅核數報告入面，已經直接對Ian發出咗非常罕見、措辭嚴厲嘅警告信。喺專業會計術語上叫做對公司嘅持續經營能力表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咩叫持續經營能力有重大不確定性？用最通俗嘅白話文解釋，就是連專業嘅核數師都非常擔心，呢間公司如果按照依家呢個流血速度落去，會唔會隨時撐唔住而面臨債務危機，甚至面臨清盤嘅危險？數據永遠係最誠實嘅，它不會摻雜任何感情色彩。截至2025年底嘅財政報告顯示，永旺集團喺香港嘅流動負債淨額竟然高達15億6千萬港元，而喺過去呢一年入面，佢哋嘅整體收益減少咗3.71%，全年的淨虧損高達3億2400萬港元。最恐怖、最令管理層徹夜難眠嘅一個信號，係佢哋從核心經營活動入面產生嘅淨現金流，再扣除埋租賃負債嘅流動之後，竟然出現咗2億5500萬港元嘅淨流出。核心業務不僅不賺錢，反而像個抽水機一樣不斷把公司的老本抽乾。呢一連串冰冷嘅負數，好似一張張催命符咁，迫使呢個喺香港擁有超過40年歷史嘅零售老字號，必須採取最極端、最決絕，甚至最難看嘅手段去斷臂自救。但係，如果我哋今天只係將呢件事歸咎於一間公司嘅經營不善，或者某一個商場嘅風水興衰，咁我們就未免太過表面，亦都看輕了呢場時代巨變嘅威力。Ian寧願賠償5300萬都要走，背後真正反射出嚟嘅係成個香港傳統大百貨模式嘅徹底崩潰與黃昏。我們不如一齊坐上時光機，將時間撥返去上世紀80年代尾、90年代，甚至係2000年代嘅初期。當時嘅香港正處於經濟騰飛、股市地產暢旺、市民消費力極度旺盛嘅黃金時代。在那個年代，日資百貨公司就是高檔、潮流、生活品味同埋中產階級嘅絕對代名詞。1987年 Just Go 也就是吉之島正式進軍香港，第一間旗艦鋪開喺鰂魚涌康怡廣場，一開張就引來全港轟動。隨後佢哋一間接一間咁開，遍地開花。九龍城廣場呢間分店係喺1998年正式開張嘅。當年嘅九龍城雖然因為啟德機場嘅搬遷，很多人擔心它會失去往日嘅繁華，但 Just Go 嘅逆市進駐簡直好似一根定海神針，瞬間成為了成個九龍城、新蒲崗、黃大仙區以至九龍塘街坊嘅購物勝地。喺嗰個年代，傳統百貨公司最核心、最無敵嘅競爭力叫做一站式購物體驗。一棟幾層高嘅巨型建築物入面，地庫係充滿日本新鮮空運刺身、生果、日本零食同優質鮮肉嘅高級超級市場。地下同一樓係最新最潮嘅日本進口化妝品、潮流男女時裝、名牌鞋履。二樓係家庭電器、家私廚具、床上用品。三樓就係小朋友最中意、簡直流連忘返嘅玩具部、精美文具部，仲有貼紙相機同埋撈金魚、掟彩虹嘅幻彩遊戲機中心。每逢到咗週末或者公眾假期，一個典型嘅香港中產家庭，爸爸媽媽帶住一對小朋友喺入面足足可以消磨大半日嘅時間。推住架購物車，媽媽喺超市選購晚餐嘅食材，爸爸去睇最新款嘅日本電視機，小朋友就去玩具部挑選高達模型或者超人公仔。買完嘢之後，一家人再去美食廣場食碗熱騰騰嘅日式拉麵或者蛋包飯。回程嘅時候，每個人手上都攞住印有吉之島標誌嘅大包小包，臉上掛住滿足嘅笑容。這種畫面是無數依家已經30多歲、40多歲嘅香港人心中最溫馨、最無法抹去嘅童年回憶。然而，時代嘅車輪滾滾向前，這種曾經讓日資百貨無往而不利、賺到盆滿缽滿嘅大而全模式，嚟到2026年，
反而變成咗套喺佢哋條頸上面最沉重、最喘不過氣嘅枷鎖。首先，大面積代表住就是天文數字，永無止境嘅租金成本。九龍城現佔地114000方尺，喺香港呢個土地成本高到畸形嘅地方，租一間10幾萬尺嘅超大鋪位，你每個月嘅營業額到底要做到幾大，先至可以填補個租金同人工？零售學上最講究嘅指標叫做平效，即係每平方尺面積可以幫公司創造到幾多營業額同利潤。喺以前，百貨公司入面賣時裝、賣高檔電器、賣進口化妝品，利潤率極高，足以支撐起巨大的空間成本。但隨着互聯網時代嘅徹底爆發，電子商務、網購平台在過去10幾年間完成了翻天覆地嘅普及。依家嘅年輕人，甚至是50多歲嘅阿哥阿姐，邊個仲會特登跑到線下嘅百貨公司去買一件普通嘅男女時裝或者家用電器？大家在商場看中咗邊款抽濕機或者氣炸鍋，直接用手機影張相，上網一格價，淘寶、京東或者本地網購平台便宜一大截，而且仲直接送貨上門，連搬運嘅力氣都慳返。結果，百貨公司入面原本佔地最廣、利潤最高嘅服裝部、電器部，慢慢演變成了市民行街時只看唔買，純粹體驗嘅免費展覽館。整間百貨公司真正仲有強大吸客能力，仲有人頭湧湧畫面嘅，只剩下地庫那個超級市場。但問題就出喺呢度，超級市場賣嘅絕大多數都是民生必需品，蔬菜、鮮肉、公仔麵、衛生紙，這些產品嘅利潤率極低，你買一包米、一盒鮮奶，扣除成本只能賺得嗰幾塊錢。你想用一個利潤微薄、利潤率低到貼地嘅超市場地，去補貼上面幾層幾萬尺，根本冇人買嘢，常年冷清嘅時裝部同電器部，這在現代商業邏輯上，根本就係一項不可能完成嘅任務。這就是為什麼現嘅平效逐年暴跌，最終導致九龍城店每個月要白燒掉480萬嘅根本結構性原因。如果話電子商務嘅衝擊同埋平效低下，只是讓傳統百貨業患上了溫水煮青蛙嘅慢性疾病，那麼真正讓現日本管理層嚇到魂飛魄散，不惜代價都要割席斷尾嘅致命一擊，亦都係我們標題所講，佢哋背後最驚、最恐懼嘅嗰樣嘢，就是依家已排山倒海、隨呼拉扭之勢，席捲全香港嘅北上消費歷史性巨浪。依家是2026年，如果我們站在這個時間節點，回望過去呢2-3年嘅經濟數據，香港人北上消費這4個字，已經由最初剛剛恢復開關時帶有獵奇性質嘅貪新鮮、去打卡、嘗個鮮，徹底演變成了一種全方位、全年齡層、深入骨髓嘅結構性生活習慣。每個星期五嘅下午開始，成個香港嘅氛圍就會發生一種奇妙嘅轉變。各大跨境口岸羅湖、落馬洲、深圳灣、蓮塘、高鐵西九龍站以及港珠澳大橋，全部都會被浩浩蕩蕩、手拖行李箱、攜老扶幼嘅香港市民擠得水泄不通。根據官方公布嘅最新統計數據，每逢週末，北上內地消費嘅香港人動輒達到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人次。而呢幾十萬、上百萬嘅龐大人流，他們帶走嘅絕對不單止是他們嘅肉體，更加是帶走咗原本屬於香港本地零售業、本地餐飲業高達數以億計、源源不絕嘅實體消費力。現背後究竟在驚緊些什麼？他們驚嘅是香港人嘅消費習慣已經發生咗不可逆轉嘅基因突變。這種轉變不是暫時性嘅經濟低迷，而是消費者心智嘅永久性轉移。在過去，香港人去日本旅遊，最中意去當地嘅IKEA單結掃貨，覺得日本品牌設計貼心、性價比高、服務態度一流。回到香港之後，自然會將呢種美好嘅情感投射到香港本地嘅IKEA身上，願意為其支付一定嘅日價。但依家香港人發現了新大陸，他們發現只要坐半個鐘頭車過個關，去到深圳嘅山姆會員店 Costco 或者係布吉、龍華、福田、南山那些動輒幾十萬平方米，大到走3天3夜都走唔完嘅超級購物中心，嗰種視覺上嘅震撼感、商品嘅豐富程度以及價格上嘅極致性價比，
簡直是將香港本地嘅傳統百貨公司按在地上無情摩擦。我們可以一齊來做一個最真實、最接地氣嘅生活場景對比。想象一下，一個住在九龍塘或者黃大仙區嘅普通中產家庭，一對30多歲、工作拼搏嘅年輕夫婦，帶住一個讀小學嘅小朋友。在過去幾十年嘅舊時光入面，他們最典型、最習慣嘅週末活動，就是揸車或者搭的士來到九龍城廣場嘅Ian。去到之後，首先要面對九龍城狹窄、經常大排長龍嘅停車場，在裏面轉來轉去揾車位。進到Ian之後，隨便在超市買一盒日本產嘅士多啤梨要80-90蚊港元，買2塊優質少少嘅急凍牛排要200-300蚊。一家3口在美食廣場吃個普普通通、味道平平嘅日式定食，隨隨便便又要200-300蚊。最後買埋一些日常嘅洗潔精、衛生紙，1000蚊港元就這樣無聲無息、極其精簡地消耗殆盡了。但嚟到2026年，同樣係週末，呢個家庭嘅選擇完全變了。他們一家3口一早出發，搭高鐵或者經落馬洲口岸過關，甚至直接在市區乘坐跨境大巴。20分鐘後，他們站在了深圳山姆會員店嘅大門口。一走進去，那個樓底幾層樓高、望不到盡頭、充滿現代工業感嘅巨型倉儲式空間，首先在視覺上就給予了極大嘅衝擊與解壓感。在嗰度，同樣是拿出1000蚊，但這一次是人民幣。他們可以買到些什麼？他們可以買到一整箱大到好似抱枕一樣，全家可以吃1個月嘅巨型珍寶薯片，2大盒充斥着濃郁蛋香，在網上被炒得火熱嘅現烤瑞士卷，1大袋份量多到可以吃1個星期，肉質鮮美嘅進口安格斯牛扒，甚至還包括了幾大包高質量、價格便宜到令人發笑嘅生活必需品。買完嘢之後，他們不需要在狹窄嘅美食廣場委曲求全，而是可以走到商場附近嘅網紅餐廳，一邊享受着無微不至、簡直無可挑剔嘅尊貴服務，一邊品嘗一餐食材新鮮、分量十足嘅潮汕牛肉火鍋或者重慶烤魚。結賬埋單，人均可能只需要幾十塊錢人民幣。最重要、最致命嘅是，內地嘅商業系統對於香港消費者嘅全方位對接，依家已經做到了天衣無縫、令人嘆為觀止嘅地步。你擔心去到內地不會用人民幣，沒有內地銀行卡？唔緊要，轉快線、Alipay HK、WeChat Pay HK 在內地各大商戶全部無縫接軌，直接扣除你港幣賬戶嘅餘額，而且時不時還會自動彈出各種匯率優惠同埋電子現金券。你嫌山姆會員店嘅東西份量太大、太重，自己一個弱女子或者帶住小朋友，根本沒辦法搬返香港？唔緊要，山姆超市與順豐速運在2024年、2025年就已經推出了極其成熟嘅深港半日達跨境快遞服務。你在深圳嘅山姆店買完單，把貨物往順豐櫃台一放，你整個人還可以氣定神閒地去東門唱卡拉 OK， 去按摩腳底，去喝杯喜茶。等到夜晚你舒舒服服搭車回到香港九龍城嘅屋企門口時，你下午買嘅巨型公仔、大箱零食，甚至是急凍食品，就已經完好無損，冷鏈配送地送到你面前。在這種全方位、降溫打擊、跨越空間限制嘅極致競爭面前，香港本地嘅傳統百貨公司，不論你如何轉型，不論你如何打折，根本連還手嘅餘力都冇。Ian的日本管理層非常之清醒。他們坐在東京同埋香港嘅辦公室入面，看着九龍城店那直線下滑、慘不忍睹嘅營業額曲線，他們深刻地意識到，這家分店就算再苦苦死守，就算業主肯在某些細節上讓步，他們等到的也絕對不會是市場嘅回暖，因為個市根本唔會再回暖。香港市民嘅心、香港市民嘅銀包，以及他們對性價比同消費體驗嘅定義，已經徹底向北移。這是一個不可逆轉嘅歷史性趨勢。如果依家不果斷拿出5300萬港元去找數斷尾，等到2027年，呢個每個月都在瘋狂吸血嘅九龍城分店，可能會活生生將成個香港永旺母公司拉入萬劫不復嘅深淵。講到呢度，作為一個土生土長、見證了香港高低起伏嘅香港人，看見呢個大撤退嘅新聞，
心入面除了理智上、財經上嘅冷酷分析之外，其實更多嘅是一份揮之不去嘅無奈、感傷與唏噓。因為Ian或者我們這一代人更習慣、更親切叫喊嘅舊明吉之島，在香港人嘅心目中，其分量與情感連結真的太重太重。大家還記唔記得，在我們讀小學、讀中學嘅時候，每逢到了星期二嘅夜晚，屋企嘅媽媽就會特別興奮，甚至會提前翻看家裏嘅冰箱，看看有什麼地方需要填滿。因為明天就是星期三，是吉之島雷打不動、全城矚目嘅水曜日大特賣，也就是後來的10蚊均一價或12蚊均一價大特賣。每逢到了這一天，全場大量精選嘅日本雜貨、新鮮食材、家居用品，全部都會變成同一個價格。你可以閉上眼睛，想象一下那個充滿市井煙火氣、熱鬧非凡嘅畫面。下午3、4點鐘，全香港各區嘅Ian百貨都會被剛剛接完放學嘅全職媽媽，或者係精打細算、手持購物清單嘅家庭主婦擠得水洩不通。大家推着購物車，在狹窄嘅走廊裏擦肩接踵，每個人嘅眼神都像戰士一樣銳利。特別是到了地庫嘅壽司同刺身櫃位前面，人群更是嚴陣以待。當看到身穿制服嘅超市職員手拿着標籤機緩緩走出來，準備將一盒盒原本售價50、60蚊嘅三文魚刺身或者雜錦壽司貼上半價或者均一價10蚊標籤嘅那一刻，成群人就會像按下了啟動鍵一樣蜂擁而上，手快有，手慢無。那種互相擁擠、充滿人情味，甚至帶有一點點混亂嘅市井畫面，是屬於過去那個時代香港人獨有嘅集體回憶，也是那代人精打細算過日子嘅一種生活情趣。還有大名鼎鼎嘅 Living Plaza， 也就是我們俗稱嘅10蚊店。在那個物價還沒有飛漲嘅年代，學生哥想要買精美嘅日本文具，打工仔想要買辦公室嘅療癒小物，新搬屋嘅年輕情侶想要買廚房嘅小工具，第一時間不二之選一定係去Ian嘅10蚊店。那裏的商品雖然便宜，但每一件都充斥着日本人獨有嘅奇思妙想、精緻感與實用性。你可以用10蚊買到一個專門幫香蕉保鮮、防止撞爛嘅香蕉形狀膠盒，可以用10蚊買到一個專門清洗化妝刷、效果神奇嘅洗刷水，可以用10蚊買到各式各樣色彩繽紛、可以完美搭家嘅塑料收納箱。在那個時候，在Ian嘅10蚊店裏尋寶，是無數預算有限嘅香港人在平淡忙碌嘅生活入面，一種花費不多，但卻能獲得極大幸福感與滿足感嘅小確幸。九龍城廣場呢間分店，更加是見證了成個九龍城區超過20多年嘅喜樂興衰。1998年他開業嘅時候，啟德機場剛剛關閉，當時社會上充斥着悲觀情緒，很多人預言失去了飛機光明星、失去了遊客嘅九龍城將會變成一片死城。但正正因為有吉之島百貨嘅進駐，加上周邊那些極具特色嘅泰國菜館、潮州大排檔，反而產生了一種奇妙嘅化學反應，令到九龍城成功轉型，變成了一個極具本土特色、吸引全港市民在週末特意前來消閒放鬆嘅美食與購物天堂。很多依家已經30多歲，在九龍城長大嘅街坊回憶說，以前讀中學嘅時候，每天放學最期待嘅事情就是約埋3、5知己，跑到九龍城廣場吉之島嘅頂樓遊戲機中心打機，或者去超級市場買一包日本產嘅卡樂 B 薯片，然後坐在附近嘅賈炳達道公園長椅上，一邊分享薯片，一邊無憂無慮地傾心事，談論未來。對於他們來說，Ian絕對唔單止是一間冷冰冰開門做生意嘅大商店，而是一個實實在在陪伴着自己經歷了青春期、經歷了戀愛、結婚、生子，甚至看着自己父母慢慢變老嘅人生大舞台。但商業社會最殘酷、最無情嘅地方，恰恰就在於情懷永遠唔可以當飯食。當一間鋪每個月要淨銷掉480萬港元，當專業嘅審計師已經對公司發出持續經營嘅黃牌警告，幾多街坊嘅回憶，幾多市民嘅淚水與不捨，都沒辦法抵消會計賬目上那一道道刺眼、驚心動魄嘅紅色數字。Ian這次在九龍城廣場嘅大撤退，雖然讓無數街坊感到痛心與唏噓，但如果我們站在純粹嘅商業決策角度來看，這絕對是一場無可奈何卻又極其理智、極其高明嘅戰略放棄。
其實Ian呢一次不惜賠償巨款都要提前解約退租嘅事件，只是撕開了香港當前整個實體零售業、餐飲業正在面臨集體大洗牌、集體入冬嘅冰山一角。如果你依家抽時間行喺香港嘅尖沙咀、銅鑼灣、旺角，甚至是各大民生商場嘅街頭，你會發現結業潮這三個字真的不是新聞媒體在危言聳聽，而是每天都在真實上演嘅慘烈現實。九龍城廣場嘅Ian終於還是正式畫上了句號。那棟承載了無數家庭歡聲笑語，見證了無數人青春、戀愛與成長嘅11萬方尺大鋪，終究還是沒有抵擋住時代嘅巨浪，無奈地成為了歷史嘅塵埃。但如果我們換個角度，用更長遠、更樂觀嘅歷史眼光來看，這未嘗不是香港實體零售業、香港實體經濟想要浴火重生、想要尋找新出路，所必須要經歷嘅一場大陣痛、一場大洗牌。舊嘅不去，新嘅不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要由衷地感謝Ian，感謝他在過去幾十年嘅歲月裏，陪伴了我們度過了這麼多個充滿期待、充滿歡笑嘅星期三水曜日特賣。感謝他用那間精緻嘅10蚊店、12蚊店，帶給過我們無數個在平淡生活入面花費不多卻無比富足嘅尋寶時光。這份珍貴、溫暖嘅集體回憶，將會永遠深深地留在每一代香港人嘅心底深處。而面對未來那充滿未知、充滿驚濤駭浪嘅商海挑戰，我們留在這裏嘅每一個人，亦都需要好似Ian嘅日本管理層一樣，擁有壯士斷臂、割席斷尾嘅巨大勇氣，以及靈活變通、順應時代嘅生存智慧。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這場歷史性嘅時代巨變之中，拍拍身上的塵土，重新出發，努力尋找到屬於我們香港人自己全新嘅生路與輝煌。